来看，讲是全球第二大只离岸风电大型的浮吊船——环海翡翠轮，是咱国内头一只浮吊船，是由台船公司家己设计制造，嘛有家己的系统整合技术哦。这只船造价上百亿，今仔是举行交船典礼，伊个后个月就开始伫中部动工哦，未来卖来经营海外离岸风电市场。 水平仪式启动，代表新船一切顺利嘛，见证交船这时阵，这只国内打造第一只浮吊船，全长200多公尺，宽49公尺，会当载的货物有6万吨。甲板装着一具会当360度来回旋的吊车，会当吊4000吨的物件，等于一架会当掠3000台车起来，而且吊到30楼高。那这是我们风电发展的里程碑。那不只是有造船的技术。 将来会累积营运的经验。俄乌战争，欧洲国家还有甚至美国都在重新大力发展离岸风电，所以海事工程船，特别是像这样大型，在国际上是非常缺的。 这只船爱开100多亿来打造，会当讲是全球第2大，嘛是国内第一只由台船家己设计建造，而且掌握着系统整合技术的浮吊船。预估后个月要投入中部风电营运场到2025年，后续这是要开拓到海外市场。所有海洋的打桩和运输的工作，那从此可以开启台湾在海域工程施工的新纪元。 在今天以前，在这个船以前我们海上的东西都是外国人来的。海船表示，这只船是因公司有史以来造价上悬的商用船，但是虽然成本真悬，也是归类做生财的工具。初估10天内底会当回本，结合着欧洲离岸风电的实务经验，加上台湾 MIT， 这只船会当变成台湾推动着绿能产业，还有国际合作上大的帮助。记者明昭看王柳婷、陈显坤报道。